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艳牧师。6月16日，从诗篇学祷告，将冤屈带进祷告。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诗篇53到54篇。司布真曾经这样说，他是一个讲道者，也是一个祷告者。他说，我自己的灵魂坚信祷告是整个宇宙中最伟大的力量，它具有比电力、吸引力、万有引力更无所不能的力量，是吧？我喜欢司布真讲话就是这么有力量跟真实，因为他是真实的这样经历。如果我们知道司布真他一生所经历的事情，哇，我们就真的是知道他能够讲这些话是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讲这些话就是因为他真实经历到我想我们曾经听过司布真他怎么被冤屈，他怎么样跟大卫一样他经历过许多难以想象的。当他想要为主大发热心的时候，竟然他的教会发生火灾竟然有许多想象不到的事情，那个悲惨的事情竟然发生在他为主大发热心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并不陌生。或许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我们却也经历有许多的被不公平的对待，是吧？但我们的主他总是透过诗人、圣经他的话语，甚至他透过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都可以大声的疾呼说，主啊，求你用你的名来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这是一个54篇是一个很短的诗，是大卫诗。当西弗人向扫罗告密，揭穿了大卫藏身之处，大卫在危难的时候，紧要关头，急速跑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那紧张的时刻他还唱这首歌。他亲身经历到信靠神，他从哀诉祈求神施恩拯救，到他称谢赞美神。这是一个信心之歌嘛？所以应该这样。虽然我们现在的翻译本没有用神的名但是我们用和合本，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不断的在说到神我要称颂你的名在54篇的第6节有这样说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我们现在大部分翻译说，上主我要欢欢喜喜的向你献祭，我要感谢你，因为你至善。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管在怎么为难跟委屈当中都可以到上帝的面前。真的54篇是应该说对我个人来讲是蛮关键的蛮关键的。因为牧师曾经在商场上，其实我们知道在商场上有许多的我们很难想象的，但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保护。他不容许那恶者的手加害于我们，即便他真的加害，但因为牧师不知道有几件事情我是知道，但我真的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我说主啊，你知道，你为我伸冤。或许那时候我没有太大的能力可以去好像反攻，就是反击，因为对方是非常大的势力。但很奇妙的，真的是太奇妙了。神让我经历到神是帮助我的，
特别是音乐牧师帮助几个我协谈的对象，哇，他们的背后，他们的敌对，他们仇敌的，使他们陷入那个冤屈的是这么样子的庞大告到法律。但我们的神，信告的神很奇妙，很奇妙，很奇妙，真的很奇妙，我们很难以因为没办法说出这个时机但音乐牧师只能说，神是帮助我们的，是扶持我们命的。我们只要将我们的冤屈带到神面前，神会用他的名来救我们。54篇的第1节，其实在和合本他是这样说：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现代翻译说：主啊，神啊，求你凭你的全能救我，求你用你的大力为我伸冤。是因为我们的神是听我们祷告。骄傲的人前来攻击我们，他们眼中没有上帝。是啊，我们看看53篇那邪恶的人就是这样愚蠢的人他们心中说没有神，没有神。我们看那个和合本53篇，愚顽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行善的。现代翻译说，狂傲人自言自语，没有上帝哇，错了，他们都错了。因为神从天上查看世人，要看看有名字的没有，有没有寻求上帝的。人人都背离神，没有行善，连一个都没有。上帝要发问说，作恶的人不明白吗？难道他们茫然无知吗？他们吞吃我的子民，他们不晓得向我祈求。然而这些坏人这些作恶的人他们要惊惶恐惧，经历从来没有过的恐惧，因为上帝要杀灭他子民的仇敌，他弃绝了他们，使他们失望蒙羞上帝要让他的子民重整家园。亲爱的弟兄姐妹，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好吗？从永恒的眼光来看好吗？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的，因为他的名是可敬畏的。所以好不好，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真是知道认识人性的罪性，但跟我们是属神的，神的能力是无穷的大，正如司布真所说的。来到祷告中，祷告是整个宇宙中最伟大的力量，它具有比电力、吸引力、万有引力更无所不能的力量。我们来依靠它好吗？特别是我们在遭受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们受到冤屈的时候，不要以牙还牙啦。我们昨天也说，耶稣要我们祝福我们的敌人，原谅他们，但我们可不是很天真的，没有做任何的防备只有挨打分，没有我们神保护我们，他有办法让我们起来祷告，神要给我们他的智慧他要救我们脱离一切恶者的手。我们一起来祷告。拯救我们的主，主啊，你是大有能力的主，主啊，你的名是让人称赞颂扬的，因为主，你从天上垂听垂看这世上的一切。主啊，你有权能救我们，你有大力为我们伸冤，我们相信，我们带到我们的祷告中，你听我们的祷告，你是帮助我们，你是扶持我们的，你是我们生命的保护者。恳求你给我们全备的智慧，特别是在我们要愿意行你的旨意的时候，让我们所做的可以荣耀神，可以对人有帮助。
谢谢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就什么都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因为牧师祝福我们，今天我们行出神合神心意的旨意哦。神与我们同去，因为他是与我们同行的神，我们就在任何的环境下，我们都是很行的哦。我们明天见。